过来，过年前赶进度，代替的随风交通路段，去年的12月来走山，经过62天的抢修，总算是完成了。就要伫明仔载恢复到双向的通车。代替嘛来宣布讲，这个过年期间，东部的干线会增加10班的车帮。 阴暗番12点开放订票。另外有关指挥中心将要来讨论到风景区甲游乐园人潮总量的管制。交通部长林佳龙讲，已经做好准备。行去铁轨路，斟酌看，拄好有火车顺利驶过，影响62天的代替随风交通路段，到底当时会当完全通车？交通部长林佳龙先发红包，搁去边的土地公庙拜拜，说来宣布答案。就算今天正式的宣布，就是2月3号，明天早上双线通车。 过年前确定会修理好势，东部干线卖当增加10列处，交通运输总算拍通啊。不过过年要去人济风景区含游乐园，即摆疫情也阁真严重，民众上好莫拍拍走。东岸停车场一半车位已满。去年清明连假开始管制人数，今年过年可能要阁做一摆。观光局算算的游乐园的防疫安全承载量，限制上侪人数一半。像丽宝乐园是37500个人，瑞福村16000人，叫做文化村剑湖山是15000人，未来世界7500个人，小林国差不多是1万人。达到一定的门槛比如说以我们风景区在有5成的这个停车的时候呢就会管制进出所以以这种方式来控制车潮跟人潮。 想要去动物园看鸟禽，或者是哪里？逐工敢来当有19000多人，每一批上侪400个人入园。儿童新乐园入场超过4000人，得管制人数。村内会带去天文馆，或者是附近的景点。等待指挥中心定案，就会开始管制人数。